成交你要知。大家好，盛匯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興最近連環蝕讓沽鋪，到底係咩情況呢？咁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盛匯商鋪基金新近以大約1340萬元沽出新蒲崗顯慶街9至19 A 號蒲崗唐樓地下5號鋪，面積大約710平方尺，市幅大約係36%。據講咧，新買家係附近店鋪業主。另一間係位於尖沙咀堪富利士道地下 R 號鋪，面積大約280平方尺，以大約1730萬元沽出。呢個鋪位喺2023年4月以大約2000萬元買入。據講新買家係內地客。自3月初，李根興已經蝕讓沽出5間鋪，平均蝕讓大約28%。到底係咩策略呢？目前業主心態又係點呢？我就請嚟商鋪部區域營業董事 Andrew 同我哋分析一下，聽下佢點講。盛匯基金最近接連都蝕讓沽出物業啦，咁我哋估計佢可能做出一啲部署，就係作一啲資產嘅重整。因為依家以本月為例咧，因為暫時喺個成交上咧就未見突出嘅。我哋睇翻如果呢個月截至今日為止咧，整體嘅鋪位成交都未超過到30宗，咁成交嚟講咧算係十分稀少。咁如果唔係用呢個策略嘅說話咧，其實就未必吸引到投資者去入市去購入佢想沽出嘅物業，咁所以佢都係諗住用呢個方法去先行套現離場先啦。目前我哋睇翻呢，蝕讓喺鋪位嚟講呢，蝕讓物業都係一個主流嘅情況嚟噶啦。好多喺對上嗰5至10年買入嘅鋪位買家呢，除非係一啲好優質同埋好稀有嘅貨種啦，否則呢個時候拎出嚟唔放賣呢，絕大部分都翻唔到佢嗰個買入價。咁而我哋睇翻今次佢沽出嗰啲幾間鋪位咧，普遍都係去到5厘回報啦，有啲去到5厘幾。呢個亦都係目前一個主流嘅買家要求。咁希望個尺價咧就唔好太貴啦，同埋回報咧都起碼要有5厘或者以上。咁當然遊客區可能會低少少都會接受，但係一啲民生鋪啊，大部分都要到5厘，同埋都唔肯接受好貴嘅尺價咯。所以其實佢呢個動作亦都反映咗目前嘅市況，亦都反映咗普羅業主嘅心態。普遍如果較為有實力，亦都冇沽貨壓力嘅咧，就索性都暫時都收起唔賣住，大部分都係用呢個策略咧，蝕賣高回報去賣出佢嘅貨種。想知道更多工商鋪市場嘅資訊，記得訂閱我哋 channel 啦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